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，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事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，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：看哪，你的王来到这里，这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，高高在上，和散那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何城都惊动了，说：这是谁？众人说：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这是请本堂刘传道来讲道，题目是前呼后拥的诱惑。前呼后拥的诱惑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在新的早晨，在主的主日里，我们又可以聚集，而且我们要来听主的话语。今天主要亲自来教导我们走一条，跟着他要走一条迈向死亡的路。他要呼召我们走着死亡的路，他呼召我们享受这死亡之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你自己走过，主，这死亡的奥秘，我们只有听说过。主啊，你自己走过，而且你已经胜过。你说凡是跟随你的主，我们就要跟你走这一场死亡、荣耀、十字架的路。主，我们真的是不明白，但是主，有你圣灵来启示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比较明白，而且我们愿意跟随。我们跟随的时候所需要的勇气，所需要的力量，主你必赏赐给我们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这个礼拜，我想我们大家很知道，在即将就任的蔡英文总统，在上个礼拜公布了未来的林权的内阁，大家都在讨论，他们已经换了位置，是不是应该要换脑袋？是的，当我们不是基督徒，我们有不是基督徒的脑袋。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要换成神的儿女的脑袋，而且我们的行为其实常常都是受脑袋所影响。我们的脑袋会有许多的期望，我们脑袋里会有许多的思虑，按照我们的期望，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当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会有许多的情绪，我们内心的这些需要也会驱动着我们一直往着我们自己想要的。但人生的路呢？我们跟随主的路呢？我们是要愿我们自己所愿的呢，还是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来成就呢？我们看到林权那个公布以后，很多人，特别是蔡英文总统说，他不只是经济的改革，更是希望全国政治人心都来改革。很可惜，林权它不叫完全，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的。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一个完全的主。这完全的主，他过去耶稣的门徒跟随的时候，他都是非常低调。每一次有神迹奇事在神的手中，在主耶稣的手中成就的时候，主耶稣总是跟他的门徒讲：嘘，不要讲，时候还没到。今天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，耶稣不一样了，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样，哇，前呼后拥，欢呼着和散那。这些我相信，这些门徒们心中有这个内心的所谓内心戏，他绝对会说：稳啊！终于我的老师，我所跟随的老师，正如我所期待的，就是该这样啊！君王就是这样啊，不然要怎样？
君王就是要这样才能够征服啊，才能够拯救我们啊。你看我们的民族已经多少年了，但是门徒忘记耶稣讲了几次他要走上那各个他的苦路，但是他的门徒没咧耳海，没有听进去。门徒只有听他自己想听的，他不知道在过来的1个礼拜，甚至耶稣要走上各个他的路，要受难，但是3天之后他胜过死亡的权势，他要再复活。但是那时候的门徒还不懂，还听不清楚。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们，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懂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2000多年过去，而且再一次我们身边的人，神也赐下他的话语，又真又实的话语，可以活出来，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翻转改变的话语。耶稣应许我们跟他同死，我们要跟他同复活。所以我们每一年在受难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跟主耶稣一起进入那个最黑暗的时候，最深夜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要跟着他到黎明，从黑暗到光明。这是我们可以来领受的，我们比门徒们更幸运的。门徒那时代的，不管是他们的民族，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霸气的，骑着马打战，可以征服罗马，可以使他们重新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居然他们所期待的是5天后会没有气的，差一个字，差很多。在这样子期待跟5天之后的落空，在这当中有很多我们要学习。在这当中，我们也要看门徒怎么样从这个期待落空，怎么样来恢复，怎么样耶稣基督来陪伴他们。耶稣基督也陪伴我们，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对于成为基督徒的福气，我们有很多的期待，但是好像现实好像没有传到你说的这么样的好。传道要邀请你来思考，好，你的好跟耶稣基督的好有没有一样？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是你所期待的这个样式来展现吗？是霸气的吗？耶稣基督对世人的拯救不是霸气的，但是我们内心有一个渴望，有一个希望，耶稣你就照我这样走啊，耶稣你要站在我这一边啊，我要用禁食祷告来让主啊你就站在我这一边啊。这就是诱惑。诱惑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受了一股的力量，或者是有人用特殊的手段，使人原来所认识、原来所聚焦的、原来的重心失焦了、模糊了，而做出让圣灵担忧、让上帝伤心的事。青年人常常不说传道，那诱惑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？可以，做一个比喻吧。我们的这个指南或指北针，只要拿出来，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大地绝对会一定的方向教导你，我现在的位置北方在哪里，南方在哪里，所以有指南针。但如果你试试看，拿一个西铁在它旁边会怎么样？就不准了，就被怎样？被调整了。诱惑就是这样。神的这个大地磁场指北的不会改变，但是有一些你用特殊的因素会让你的这个指南针、指北针有一点歪了，这就是诱惑啦。这些有什么诱惑？很可能是金钱、内心的情欲，这里面更多的是人的那个败坏，人的骄傲。所以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在走这一条跟随耶稣的路，在这个成圣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成圣的路，我们要成为
有福的人的路一定会有很多的试探。耶稣自己也禁食40天之后，他服侍的时候，他也被试探啊。当我们被这些试探时，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炼净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今天是在传统中叫做棕树枝主日，也就是从今天耶稣他宣告，向世人宣告他就是弥赛亚，按照旧约的神要带领我们前走，我们不再被诱惑，要往前走，我们要与智慧的人来同行，要得着智慧。这智慧人就是神，因为智慧的源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但是门徒们，我们跟随的人，我们需要紧紧抓住这个智慧的源头，与我们来同行，否则我们很容易被诱惑。今天的经文当中，马太福音21章1到5节当中，读的时候，在现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当初我们在现场的时候，耶稣跟门徒们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一处，你们解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”哎，耶稣讲的这么准吗？是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。这么准，因为神是应许又应验的。这是成就了要应验先知说的，要对锡安的居民说：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，是神的儿女。我相信呢，门徒也跟我们一样读了那时候的旧约，也知道了，是啊，骑驴子可以，因为圣经早就说，在撒迦利亚早就说，现在也应验了。对，不是骑马打仗那个，不是那个霸气的，是耶稣基督是骑着驴子的，这驴子确实是弥赛亚，可惜是门徒猜对了一半，是取此驴子进来，但是我们的主他的拯救不是用霸气的，而是用5天之后居然断气，居然没气，而且3天要再复活。当时候我相信宗教的教育家并没有把门徒教导的完全，他们所看到的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没有真正了解旧约的真正的意思。在2个礼拜前的晚上，我到一个帮我这个复健的这个师傅家，一进门就滑一跤，因为他们家突然有一个垫子，很漂亮的垫子，但我没有看到，马上滑倒，我的左脚的这个脚背3根都去拗丢，这样就肿起来。到了第3天的时候啊，这中间我就休息了1-2天，然后有一个长老就给我赖说：“传道，你好不好哈？2只脚不够，再3只。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那什么呢？拿伞。好，礼拜3的时候，灵命更新张世聪牧师的时候，我就吐着3只脚。但是呢，有人知道，到礼拜5祷告会的时候，我就变这个。然后有人就悄悄告诉传道说：“传道，你是不是觉得拿伞很难看？然后你就换了登山杖这样哈。”我心里想说：“怎么被你看穿这样哈？”到了礼拜6，上个礼拜6，我们是福音主日，传道没有拿伞，也没有拿登山杖，登山杖。人家问说：“传道你都好了吗？”可是明明看你走路爬楼梯，从下面爬上来，还是很困难啊。我说什么？我说因为传道上个礼拜是福音主日，我要传福音给不是基督徒的，我要传得救、被医治的福音，我怎么可以自己拿拐杖呢？圣经有说，神是最好的什么？医治者啊，上帝的话一定会应验在他的传道人身上。我既然传了，我就不要拿拐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教导我这个声音是错的，因为我自己内心里面是什么？我被诱惑了什么？用神的话来给我背书啊！我来试探吗？如果我在这当中在讲台上跌倒呢？后来我自己内心说：“主啊，
我这个被诱惑啊，有磁铁来诱惑我啊，我内心实在觉得说拿拐杖很难看呐。我心中有一个骄傲也好，心中有一个面子也好，所以在我们跟随主的路程中，好不好？也提醒传道，教导我们大家说，不要看字面而已。是骑驴子的耶稣基督进来没有错，但是骑驴子之后那个苦路才是重点。神愿意我们打开我们内心，真实看我们内心，神愿意来医治，神也愿意来陪伴我们。我们有更多的是，我们可以彼此来祷告，我们可以彼此来扶持，同走这个苦难路，同走胜过死亡的权势。耶稣已经胜过，所以我们跟随他的人，我们也会胜过。在走这个旅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六节到第7节的时候，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子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门徒这个心里那个内心戏，哎呀，你看我跟对人啊，这么多人，我被看中。但是他们没想到5天而已。那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照跟他背的啦，台语按你讲，华语不知道怎么讲，跑光了，不是拥护这个我所爱的耶稣基督，不是，而是说，哎呦不行啊，我不能帮人家认出来啊。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有时候不是被看中。我们常说主啊，我们赶快来祷告，如我所爱的，我希望怎样？但是主说，孩子，请看我吧，请看耶稣。但是我们来看耶稣的时候，这一天来看耶稣的人超多的，而且超多种的。但是大家来看的耶稣的动机可都不一样啊。有的人来看好戏，有人来看我看能不能看一眼耶稣，听说看耶稣就可以得医治。有的人说，我来看一下这个法利赛人跟罗马兵丁有没有对耶稣怎么样，来看好戏。还有人觉得，我只要看耶稣，我心里我的狱卒我就可以得舒缓，我就可以舒服。就像我们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邀请很多福音朋友或我们自己，我们觉得我只要来到教会，我只要礼拜天来，我只要看了耶稣，我只要来礼拜，牧师所带领的，我们敬拜团所带领的，让我这些歌让我的心里得着舒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不只是按摩师，让你疏解情绪，让我疏解那紧张。我们来看耶稣，不是让我们心得舒服，而是神要来疏解我们的困难，神要来调整我们。原来我们如我所望的，如我所盼望的耶稣，我心里要得着疏解之外，我要得着纾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在困难中吗？我们来传道真的是邀请大家，我们不是心怀得疏解而已，主耶稣要介入我们。像今天这些爱他的、期待他的弥赛亚是要来拯救我们，现在就要来救，要使我们那个困难，他要来纾困，使我们的困难真的得着那个真正的解决。但是我们恐怕要调整我们的眼光。这众人多半把衣服激动到把衣服，因为旧约是这样写的，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经验，革命的胜利者进来的时候，他们要把棕树枝全部都铺上，代表着一种暗示，我们即将要胜利，我们的国家即将要恢复，而且非常热情地喊着说：和散那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的，和散那，和散那就是现在就来拯救啊！
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，现在有人想喊着说：“何珊娜，现在就来拯救，因为我没有办法了。”主耶稣听见你的声音，听见你最深的祷告，主耶稣就现在要来救。但是好不好？让主耶稣按照他的时间，因为接下来他是上十字架苦路哦。弟兄姐妹，主就要来纾困我们，但是需要按照主的时间，按照主的方式，我们愿意吗？有个家庭，即将有个新生儿，他在美国的地方，他们需要到他的娘家，所以他就需要赶快把他这个已经怀孕要去搭飞机。于是他们就祷告：主啊，我们等一下去搭飞机，求神你帮助我们在旅程中有你的圣手来扶持、来保守。他们祷告完阿们的时候，就听到外面他们的轮胎怎么有嘣？一看啊，祈祷没代志，祈祷了刷轮胎爆胎。这时候你的心，主啊，你不是要纾困吗？你不是圣手保守吗？啊，对啊，祈祷是安那，祈祷就会应验了，但不是按照你的啦，按照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时间，只问你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如你所愿调整成什么？愿神你的旨意成就。这个家庭错过了飞机，心里很难过。上个礼拜我们去台神门徒营的时候，一大早我们也祷告啊，主啊，我们的福音车求你来带领啊。结果要回来的那一刻就发生意外了，玻璃都破。感谢神是玻璃破，不是头破。所以如我所愿，主啊，我听从你。主啊，我们有一个诱惑说，主啊，如我所听的，牧师传道所教的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愿意。主啊，我也知道要跟随你，受难的救主，我愿意，但是只限于在主日。出去呢，没怎样了，出去拜拜。愿我们愿意遵随神，我们有这个信心。这是确实的信心，不是像传道刚才拿来背书而已。我们活出那个信心。愿我们所听的，愿我们嘴巴所颂赞的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合城的人都惊动啊，每个人都惊动。哇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发生重大的事情，有事情介入的时候，愿我们说，主啊，我知道，我祷告你已经听见，你也已经预备，主啊，你已经在祝福我，只是这个过程当中，主啊，我愿你的旨意来成就。刚才那个家人因为错过飞机，他马上要赶快再安排一个飞机下一台，这时候就电话响了。这个男主人的爸爸是美国的救难队消防队，他赶快打说，你们中午也打通了，你说我的媳妇要坐哪一班飞机？他就告诉他说，我们错过了，因为我们的车子坏掉，所以没办法搭。他说，哇，还好你们没搭，你知道吗？发生什么事？911，还好你们没有搭上，因为那一班飞机就是被恐怖分子炸了这个。哇，你知道神的手就这样吗？还好什么？所以你要在抱怨之前，你要在失望之前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不是你想的这样。然后他就心里想，我的爸爸还没有受洗，我的爸爸，你可不可以来我家一下？他爸爸说没有，不行，我现在赶快去救难，现在最急了，我赶快去救难。爸爸，你电话就挂了，因为他知道他爸爸还没有受洗，还没有成为基督徒，他还不愿意接受。他爸爸就去救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渴望我们自己被神救，我们渴望我们自己的亲人被拯救，我们渴望在这里放下自己，全人忘情的在这里敬拜主。
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跟随主。这一个家人，他在平常在教会里很多的服事，他渴望家人也受洗，但是他没有办法积极，他只能忘情，常常敬拜主，神也给他盼望，但是他有时候就是忘记去跟随，忘记我们成为基督徒一定要的就是要去使人得着这个拯救的福音，特别是自己很亲的人。如你所预料的，这个爸爸去了救难，再传来的消息的时候，就是他葬身在那个911的现场。你知道这心有多痛？他只差没有跟他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是我最爱的。”上帝所创造的人的灵魂不会死，永远不会死的，这大家都知道。我们的身体会渐渐衰退，但我们的灵魂不会死。基督教的信仰是我们对死亡的看法，这也是真理。我们是睡着了，但是重点是每个人都会死亡，每个人都会睡着，但醒过来是重点。你醒在哪里？你醒在耶稣基督的天国国度里，还是你醒过来是在很热的地方？那叫什么？你醒在哪里？你最爱的亲人醒在哪里？睡了会醒，我们一定会醒，但我们醒在哪里？这是重点。我们的主已经胜过那死亡的权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传道要说，你在这世上什么都可以输，什么都可以让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啦。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能让，你不能输，就是你要胜过死亡的权势。因为这个跟你的生命、你的灵魂、永生是有关的。我们的主走上十字架路，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。我们跟随他的人，我们就有这个永生的福气。但是我身边的人呢？我身边最爱的人呢？当我们如果身边最爱的人有这个遗憾，我想我们都不愿意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忘记。我们可以忘情的敬拜，但我们不要忘记跟随主。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要去传福音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，不只是这样，不只是先知而已，他更是救主，好不好？我们成为神的门徒，跟随神的门徒，我们常常会有许多的试探，许多的诱惑，没有错。但是主听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说：“主啊，你将要走上十字架的路，我怎么能够来赞美你？你即将死亡，我怎么可以来欢呼呢？”可以。我们如果看这个我们今天读经文，这个马太没有记载这个，但是同样的这个经文在路加就有记载，说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欢呼，要赞美起来。”我们的主走上死亡路，因为他胜过，他要胜过死亡的权势。跟随他的人也要跟他一起胜过，所以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赞美啊！因为我们的主即将要完成他人生的目的。我们呢？我们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好不好？常常都要聚焦我们的这个指向主的这个指北针、指南针，好不好？常常要清楚，不要让这个吸铁把我们左右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或许我们会被诱惑，但是不用担心，主常常保守我们，纵使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。这一对家人在2年之后，小孩也长大了。有一天早上，有人来敲他们的门。一对夫妻加上一个很小的小孩。他说：“请问你是某某某的家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请问你是？这个妈妈非常激动，说：“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是在911的时候，那时候的那栋大楼上班，我被困住在那里。但是我所相信的主耶稣替我纾困，
派了一个救难队员来。我被压在下面，走不出路的时候，他不断跟我对话。那我那时候说好，我会安静下来。我告诉那个救难人说：“请问你信主耶稣基督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还没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两个可能即将在人生最后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，好不好？我们相信一位可以让我们死去、睡着醒来的时候是在天国，你愿意吗？”这个救难员说：“我愿意，我儿子、我媳妇他们常常要我跟他们一起去教会，要我信，但是我一直硬着心不愿意。但是现在面对人生最后了，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。”事情就像你所猜，你所想，这个救难队员他死在里面，可是这个女士被救出来，就是这个妈妈。他知道这个救难队叫什么名字以后，他一心一意想找到他的下一代，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男主人。他去告诉他说：“你的爸爸已经信主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事情不是我们想象这样。主耶稣已经掌权。我们常常会被我们自己情绪、我们所期待的诱惑，我们失了准，我们失焦了。但是主要帮助我们。我们或许会想象：“哎呀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”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，但是你必须要很真实，这是我的心志，不是像传道，是我自己私欲，我的面子，我的欲望，不是要说主是要成就你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事情不是你想象这么困难，事情你只要愿意祷告，你也愿意跟随，成就在神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非常可爱、非常有趣的人，他说我可以在这边说这个见证，但是他说不要讲他是谁。他说他当初在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他自己的妈妈非常的反对，他们全家都来信主以后，他一直在想，牧师传道、长老每次都说要赶快去传福音，可是他就一直吃素拜拜，我怎么传福音？他自己心里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先不要受洗了，但我等我妈妈，我可以去教会，但我不要受洗，好不好？等我妈妈不在的时候，因为她现在很反对，我要等她不在，那时候我再来受洗，不要得罪她，因为这个我们的中国文化就是要孝敬父母嘛，她既然反对就不要。”我们人想的是这样，这我们的想的，但事情不是他想的这样。有一天他妈妈叫他来，哦，囝，你赶快去受洗啊！为什么？他说：“我跟你讲吼，你唔好等我讲要死，到时恁的上帝讲叫我较紧死死的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事情不是我们想象这样啦。我们想象真的很有限，神给我们是永恒的，好吗？神要保护我们，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有抵挡诱惑的10种方法。接受神的话语，而且让他来统管，不要使圣灵来忧伤。神要让我们变得有智慧。我们抵挡第一波的诱惑，传道常常讲，看第一眼不算罪，但第二眼想第一个不小心想到主啊，赶快转离。第二次想就是罪了。被圣灵充满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始终可以谦卑，让我们可以谨慎缓缓。我们要跟神常常有很好的交通。神天天透过祷告要提醒我们，透过属灵伙伴要来提醒我们。我们千万不要去支取那个撒旦的力量，我们要支取的是从祷告中这一位真神的力量。我们仍然会有许多的诱惑，就像2000多年前棕树枝欢呼的这个耶稣所走上骑驴的这个路，我们会有听到很多诱惑的声音，让我们只有想看我，如我所愿，如我所听，如我所想。主啊，愿你帮助我。在这个旅程中，愿我们常常说：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虽然在这当中，
我会遇到许多我想象不到的，我感觉我没有办法承担，但不是我想的这样，主是你想的这样。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不是我们比别人强，不是我们比别人厉害，而是我们有一个救主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喜欢这个诗人他所写的诗，他说：当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并不是在显示我自己很强壮，而是我承认我自己的软弱，并寻求继续迈向前的力量。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不是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，而是我表达我内心的疑惑。传道到现在还会疑惑，刚刚我已经有讲了。但神要我们说，能够坦诚，我们需要谦卑，寻找这个答案。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宣称我完美无瑕，而是我明白我的缺陷、弱点，但神仍然乐意接纳，认为你我是有价值，是无价之宝。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仍然会感受到像针一样刺的痛楚，但不同的是，我多了一位可以分担我难过，而且他有权柄，他在乎我，所以我会继续寻求他的名，继续来帮助，寻求他的帮助，继续邀请他成为生命中的主。所以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传道邀请大家好不好？主啊，如你所愿，也是如我所愿。让我们这个我的愿跟主你的愿越来越，我们会有差距，我们期待会有差距，但是主在我们差距当中，透过他的话语祷告，不停止聚会，有属灵的同伴，让我们这个距离可以越来越小。或许在人生中，从这里被差遣出去以后，你仍然常常会遇到许多的试探，你跟随中会有人想，有人在看我笑话，你不断有内心的戏跟内心的话说，有人想把我取代，有人想要落井下石，有人在说我闲话，会。但是亲爱弟兄姐妹，传道邀请大家，只要记住最重要的，有人在为我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你把你自己心中你需要交托在神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似乎你一祷告，直到力量殆尽，流眼泪，落下雨滴，终日不停，主关心，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，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内心将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，你的船支离破碎，疲倦失意，别失望，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，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。
的弟兄姐妹，传道邀请你，给自己30秒的时间，主耶稣要来为你祷告，内心中所有的一切交在神面前。传道也邀请你回应神，如果你有心里所愿的跟神的旨意所愿的有距离，你愿不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，特别是在受难周，你愿意改变你自己，你的愿跟神的旨意的愿再进一步，你愿意为主做一件什么改变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你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你也给我们在你的家中，在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彼此扶持，更重要是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，主，你就要来介入，你要来纾困，甚至你要来改变，来转化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有时候很难，很困难。主，我们有时候真的要跟随你，我们没有力气。但是主，你亲自抱起我们走那我们走不下去的路。主，我们要天天用主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，我们一起这样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愿主上帝旨意成全，愿主上帝旨